點先可以世代無憂？萬通保險富搖千秋儲蓄計劃，讓你財富世代共享，兼享終身年金。我哋每日都會面對好多選擇同變數，咁點先可以提升退休之後嘅生活質素？點先可以令自己同仔女後代生活無憂？應該點去應對充滿變數嘅未來呢？要一一實現唔同嘅人生目標，萬通保險嘅富搖千秋儲蓄計劃，俾你更好、更全面嘅解決方案，穩健增長嘅回報，你有得揀。除咗保證現金價值之外，計劃仲有非保證復歸紅利同中期紅利，可以選擇將復歸紅利同中期紅利嘅最新現金價值鎖定，轉入紅利鎖定戶口，可以享有非保證利息，幫你滾存財富，不斷累積生息。假設30歲嘅陳先生投保一份2年繳，每年保費5萬蚊美金嘅保單，而佢囡囡又啱啱出世，40年後，陳先生將保單傳承俾長大咗嘅女，預期現金價值超過119萬美金，係已繳總保費嘅11.99倍。第100個保單年度終結嘅預期現金價值更係超過500倍。唔同嘅生活方式，你有得揀。保單有10種貨幣選擇，同埋可以自由轉換，其中包括市場罕有嘅瑞士法郎。當你想移居、海外創業或者子女出國升學嘅時候，都可以從保單中靈活提取部分現金價值，滿足你嘅需要。保單持有人喺第1個保單週年就可以對保單進行分拆同埋轉換保單貨幣，以滿足未來唔同嘅理財需要。退休之後嘅生活，你有得揀。退休後，你可以靈活咁將全部或部分現金價值轉換為終身年金，而且有多達12款終身年金選擇，港澳市場獨有。財富未來屬於邊個，你都有得揀。保單持有人可以喺保單生效期無限次更改保單受保人及或持有人。計劃更有6種預設指示權益，保單持有人或現金受保人可預先作出指示，指明佢哋精神上失去行為能力或者身故之後嘅安排，令你未雨綢繆，應對未來各種潛在嘅風險事件。突發事件來臨嘅時候，你都有得揀。遇到事故要處理財務上嘅突發需要嗰陣，可以申請長達4年嘅保費假期，期間保單會繼續生效。輕鬆面對各種所需，從容應對人生週期。萬通保險富搖千秋儲蓄計劃，財富世代共享，兼享終身年金。萬通保險係港澳首間推出終身年金嘅保險公司，真年金選萬通。